約翰福音第21章。這條事以後，在提比利亞湖邊，耶穌又對學生顯現，這擺顯現嘅經過係按樣嘅。這時，西門彼得、片名送上嘅多馬、加利利嘅迦拿人拿但業、西比太嘅兩個奶嘅，老人嘅兩個學生共下在隔位。西門彼得對佢哋講：我愛去打魚嘅。佢哋講：我都要聽你去。所以佢哋出去上船，仲係鬼暗部冇打到半米。天一講，耶穌企在湖上，仲係學生唔知佢係耶穌。耶穌對佢哋講：朋友，你哋有打到魚嘅冇？佢哋講：冇。耶穌講：將命嘅飛在船嘅右邊，就會打到。佢哋就照佢嘅話為命嘅下去，結果攬唔上來，因為命到踢到魚嘅。耶穌所寫嘅學生對彼得講：係主。西門彼得一聽講係主，臨時拿一輛傘為燈，這時佢打插膊跳落水底外。其他嘅學生將船呢撐ขึ้湖上，將幾名魚呢拖過來。當時佢哋離湖上冇幾遠，差唔多100公尺。佢哋上岸看到一袋火炭火，當個有魚呢又有餅呢。耶穌老佢哋講：拿幾米你就將打到嘅魚來。西門彼得上船去，將命呢拖上陸地，命度有153米大魚。雖然有按到魚呢，仲係命無爛踢。耶穌老佢哋講：你就來食酒。冇一個學生敢問佢講：你係乜嘢？因為佢哋知佢就係主。耶穌就行過去，拿餅呢分佢哋，然後又拿魚呢分佢哋。這係耶穌對死復活後第3擺對學生顯現。佢哋吃飽以後，耶穌問西門彼得講：約翰嘅奶爺西門，你愛我比這條卡多麼？佢應講：主啊，嘿，你知我愛你。耶穌講：你愛吃我嘅西洋嘅。耶穌第2擺問：約翰嘅奶爺西門，你愛我麼？佢應講：主啊，嘿，你知我愛你。耶穌老佢講：你愛裝我嘅羊嘅。耶穌第3擺又問佢：約翰嘅奶爺西門，你愛我麼？彼得因為耶穌連連3擺問佢：你愛我麼？就搖手，佢對耶穌講：主啊，你無所不知，你知我愛你。耶穌講：你愛吃我嘅羊嘅。我實在老你講，你後生嘅時，自家結有帶，吃有來去，總係年老嘅時，你會蠢出樹來，別人會將你踢定，帶你到你無愛去嘅所在。耶穌講這個話，係指彼得怎樣辦事來榮光上帝。接着耶穌又老佢講：你來聽我。彼得轉身看到耶穌所寫嘅學生停定來，嘅學生實在食嘢嘅時，探身問耶穌講：主啊，愛出賣你嘅係乜嘢？彼得看定佢問耶穌講：主啊，兩人將來樣辦？耶穌應講：我那愛留佢嘅命到我再來，趕你乜嘅事，你聽我就錯。所以這個話流傳在聽耶穌嘅人當中，講嘅學生唔會死。其實耶穌並冇講佢唔會死，只有講：我那愛留佢嘅命到我再來，趕你乜嘅事。這個學生就係為這條事做見證嘅人，佢將這條事記下來，我哋知佢嘅見證係真嘅。耶穌行做千多撇嘅事，那係一一記下來，我想世界也無法度容納咁多書。